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窩打老道山嘅瓊林別墅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瓊林別墅就係位於窩打老道山民福道，隔離呢就係國際學校同埋中學嘅。今次呢為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係屬於 B 座，實用面積741尺。入門口已經見到單位嘅 L 型飯客廳。依家我哋就係睇緊客廳嗰度，客廳面積呢都相當闊落，擺位呢亦都係唔難嘅。之後呢就睇埋單位嘅飯廳，見到呢飯廳隔籬都做咗一大排嘅入場儲物櫃。客飯廳嘅景觀都係望返窩山嘅樓景。單位係屬於3房1套嘅間隔。首先呢，就係望下主人房，主人房嗰度呢，就係有2邊窗嘅。除咗係樓景之外呢，另一個氣窗可以望到何文田一帶嘅遠景。主人房都做咗一大排嘅入場衣櫃。主人房浴室四正實用，做咗好多儲物嘅位置。沖涼嘅地方呢，就係採用企缸嘅設計。第一間客房就係小朋友嘅睡房，除咗係有張書台之外呢，另外仲有入場衣櫃。第二間客房嘅面積相對上比較細，訂做咗個上床組合櫃。客廁整齊企理，沖涼嘅位置係用企缸，預留咗擺洗衣機嘅位置。廚房係採用玻璃趟門嘅設計，做咗好多嘅櫥櫃，提供咗基本嘅煮食爐具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